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Go， 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筆架山1號一個3房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呢一個筆架山1號2座嘅單位，實用面積呢係有1062尺嘅。入門口經過走廊位之後呢，就到咗長方形嘅客飯廳。業主呢就喺飯廳嗰度做咗啲組合櫃。飯客廳嘅面積呢都相當唔錯，點樣擺家私電器呢都唔係問題。單位呢就係附設露台嘅，依家就係從呢一個露台嗰度可以望到呢，主要就係望返筆架山1號內園嘅景觀。單位係屬於3房1套嘅間隔。首先呢，就係望下主人房。主人房嘅景觀同樣都係望返屋苑內園。主人房呢兩邊都做晒儲物櫃，如果放埋主人床呢，都有好多鬆動嘅位置。主人房浴室四正企理，保留返係用浴缸。主人房隔籬嗰間客房呢，依家冇擺到任何家私。客飯廳另外一邊呢，仲有一間客房。呢間客房就做咗一個入場衣櫃。客廁四正實用，沖涼嘅位置依家改咗做企缸，仲預留咗位置擺儲物櫃。廚房面積呢都相當唔錯，預留咗位置擺各類型嘅廚房電器同埋煮食爐具。備餐同埋儲物嘅空間呢都相當充足。廚房裏邊呢仲有工人房，工人呢都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，同埋獨立用嘅洗手間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